我吃到几个水。你在说什么？今天我要跟我的婆婆一起去采集啊买菜，希望我等一下去菜市场可以跟讨给娘，讨给娘、讨给牛跟讨给们讲台语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喽。水果的台语怎么说啊嘛？水果啊，水果水果，对。水果。我们要买凤梨的话，就要说旺来。旺来，对，我要买旺来。我要买旺来。对，水果。水果水果，在水果店，我吃到几个水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一直被打枪。水果店。我现在在水果店。算了。我会讲的台语是旺来。对。金蕉、香蕉，这是什么？红果、玫瑰。慢来。这是玫瑰、木瓜。我觉得来菜市场真的是很容易学台语。刚刚那个老板一直备菜，我就学会备菜了。然后什么进啦。牛肉汤还有吗？水滚啦吼，要食的时阵再煮，要滚的时阵吼，下落快要紧定起来。我翻译一下，老板娘说水滚了呢，水滚，滚了，然后呢就关火。对，丢不？85块。150块，我以为是80块耶。差很多啊！他交5插，本来一条30嘞。哦，是哦，他看你耶，看你啊，看你太漂亮了。谢谢啦，感谢你。是那个多少？这个偌多？4只，40块。我厉害吗？我买菜粿，粿是卖哦，我买菜粿，花椰菜。花椰菜，我不知道。阿姨，花椰菜怎么说？等一下问那个另外一个摊贩的老板。青花菜，那个绿色你这样台语。切菜花啊，台语切菜花啊，切菜花。白有个白菜花。哦，白菜花。感谢头家。没啦。你这缘投啊？头8块呀。营业人员啊。对，我学台语。台语。台语。芋头。蚵啊，跟那个蚵仔煎差不多哎。对呀，蚵仔煎跟这个蚵不一样。哦。你这家用新鲜的还是正确的？哦，好吃哎，怎么这么好？没关系啊，请你吃。一起后狼。后狼啊，什么后狼？好人。后狼。我们刚已经买了3条菜龟，对，然后买了锅巴，锅巴是什么？牛肉，牛巴。我要买鱼啊，我要买鱼。来。烤给牛，我是阿多啊。西方人才叫。所以我不是阿多啊。不是阿多啊。那我是谁？我是外国人。这鱼啊。备餐。是备餐。谢谢。